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6日，诗篇141篇20安尼讲：愿我的祈祷，亲像香浸到你面前。愿我举起的双手，亲像下昏时的祭司，受你接纳。三甲来祈祷，愿我的祈祷，亲像香浸到你面前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有丰盛的慈爱，有无尽的疼痛，有无比的智慧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是公义的上帝，你的判断永远公正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应允永无落空。主啊，你要永远甲阮伫地。你也永无放撒阮，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甲溃烂，主啊！求你赐阮智慧溃烂，来赢过生活中的挑战。互阮通荣耀你的名，主啊！愿阮的祈祷，亲像香浸到你面前。愿阮举起的手，亲像下昏时的祭司，受你接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